老挝有3个民族：老龙族、苗族、老听族。我是苗族人，我们苗族非常勤劳勇敢。这个舞蹈描述了古代苗族儿女一天的生活和劳动的场景。早上，男主人去地里干活，女主人在家里做家务，比如喂猪啊、带孩子啊等什么的。晚上，男主人回家来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享受家庭的欢乐。